厝如厝，这般这般，福尔摩沙实在不平凡。四面大望舞，敢是人间？输了一嘴卖了的仙丹，清清暗风拢拢明月，看无缘灯，看看的平原，静静的海涌，天星悬悬，如此这般咱永永远远。这是台湾的声音，这个声音的故乡伫台东。台东是一个景致优美的所在，台东是一个人口严重流失的所在。这渔港有真侪出海掠鱼的渔船伫这落定，嘛来真侪兴趣味的冲泳客。伫台东的东河乡有一位女性，伊点点啊守护这片大海。伊甲伊的同伴，甲这变成国际冲泳客天堂，嘛甲这囡仔对未熟的山羊啊，变作是冲泳的冠军，进一步改变因的人生。台东县东河乡已连续10年举行了冲泳国际大赛。这个所在会当讲是台湾美丽海泳的代言人。我今日派着相机来到这，所要记录的是一个唔但教运动，并且甲环境教育、冲泳家族的故事。透早4点半，咱就对马朗甲王信明这2位兴趣味的冲泳客同齐去冲泳。先把冲泳棒放入去专用的袋仔内底，再绑起咧车顶，斟酌保护棒仔，千万唔通去扣着。隆重穿好势了后，就挺后起行。无意外是金樽渔港的影上大，无适合冲泳。规定人高不中爱来盘耍位，换该去成功渔港去卡刀看卖咧。伊是一步袂晓冲泳，会晓冲泳的是日本人清水纯。因伫15年前甲冲泳带入东湖，就为着干那这有的海泳，甲东湖的泳销介互国际，嘛甲冲泳的文化推广互在地。伊即马替拄则迄2个少年啊记录冲泳的姿势。这2个人真无简单，是世界级的冲泳冠军哦。所以一部你做搞冲泳的对无？你是 pro。我袂晓啦，你我袂晓哇，我袂晓。你袂晓，但是你要用什么？因为你袂晓冲泳，但是你要如何甲因修正呢？啊，我较早是 dancer 啊，我发现吼，dancer 的经验甲冲泳的相关性呢，非常的在一起安尼，所以dancer 对冲泳是什么相关性？我唔相信。比如讲，我甲你讲，好，这都唔知啊。什么同款啊？对不？我刚刚说哈，我们人在冲浪板上的这样的 balance 是怎么样？是，我呢
contact，我们的眼睛到我们的脚趾头的这样子，怎么样的 grab 右板子，从大拇指、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，整个跟我们的板子的转向是非常的 connection 呢。哦，原来你是专业的冲影老师。不是啦，我专业水 dancer 沙fin 老师啦。嘛是足厉害。我还没讲。应该往那边看，有没有脸？到那边的时候这样子。你直接蹭，直接打对啊，不要过，直接打，不要怕，直接脚的部分直接给他甩了。今天的有没有加速？拍你的哦，眼睛、眼神、肩膀、脚趾头。我是从国小5、6年级才开始学冲浪，然后学冲浪是因为我朋友，然后这边有那个夏令营，就是东东他们有一个夏令营的活动，然后是做学冲浪，然后潮间带的一个夏令营，然后朋友就先来了，然后后来他很有兴趣，然后也一起找我去，然后后来就一直很喜欢上冲浪，然后就一直延续到现在。我们这边是阿美族的地方嘛，东海岸这样子。那但是因为碍于现在国民教育的关系，大家可能都是只有学课本上的东西。那因为我们就是因为喜欢冲浪，所以在这个地方生根。后来我们决定就是说如何把冲浪带进小孩子的生活里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他们的母体的文化，阿美族海边就是他们的冰箱。所以当我们开始有这个发想点的时候呢，我们聚集一些有心的人，我们就做了一个为期12年的一个教育计划。那为什么12年呢？是因为其实写着就12年。那为什么12年呢？就是因为一个孩子的长成，3年、5年、6年都还没有办法定型，在12年的时候是刚好一个孩童身心灵的发展到一个完整的时间点。所以我们就照着这样的一个方式做。王振明是上早接触冲影的在地囡仔，捌离开台东去桃园生活，最近才拄转来，主要负责民宿的摒扫整理。嘛人就伫餐厅服务，这2个20出头岁的少年人，拢是一步的助手。自国校啊，就伫一步引导食饭，冲影读册，冲影不知不觉。冲影就安尼来进入因的人生。我会想回来的原因是因为想冲浪，因为冲浪可以让我接触很多比较厉害的高手他们，然后也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说有冲浪这个活动。人一生都要工作，那我们的目标，我的想法就是如何让我们的工作可以结合生活，生活就是工作。那也就是说，当他们是从小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这边就是 support 的教育 ，support 的住宿、吃饭这样。但是慢慢大了，他们后来慢慢大了，从国小、国中开始，我开始让他们打卡，我开始让他们学习。以前你来我们这边吃饭、生活、冲浪都没有付钱，但是我们家有一句话，有一个原则，就是有工作才有饭吃。你要吃饭就是要动。那所以他们国小的时候呢，就是大家可能冲浪完就洗车，然后我就煮饭，然后他们吃完饭，他们就要整理这样。后来国中开始，他们开始有打卡，那这时候我就开始教育他们说，你一样在做一样，你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事情，但是因为你只要打卡了，你就是在上班。那你上班我们的原则就是，我们必须要对付钱的客人要负责任，这样。我们没有要求他们一定要得第1名，但是我们要求他们要最帅的。那什么样最帅？就是从岸上要下水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很有礼貌的？是不是很阳光的？然后冲浪完毕之后呢，人家可能去喝酒，哇！所以真的，我们每次冲浪比赛，其他的跟他们同年的就是随便就喝酒，然后去 party。我们这个还要回来上班，一直到晚上。嘛，咱是冲影甲厨房的冠军，逐工面烂练厨房，嘛是为着会当伫冲影的时阵点上漂撇的姿势。若想要点漂撇，基本功夫袂念得。我从以前就很喜欢，就是大家在同一个海域，彼此都不认识，
然后可是他们会在旁边窃窃私语说，哎，他是那个台东的谁谁谁，然后大家觉得我很帅，然后很厉害这样。其实不冲浪，但我就是冲浪协会的理事长，所以当我今天接触这样世界各地来的，从老到少，从男到女的浪人，其实我还蛮就是尊重哦，尊重他们，因为他们真的知道他们喜欢什么，他们真的知道他们自己要什么，啊，他们就会为这个喜欢的事情跟喜欢的东西而努力，然后追求啊呢。我觉得这是人生的幸福，因为你知道你要什么，然后我要为了这个而追，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。伫咧台11线的金樽渔港是台湾著名的国际冲泳比赛场地。伊布甲伊的同伴，伫2011年就推动第一届国际冲泳比赛，得使吸引真侪外国人来遮冲泳定基。小小的东河镇看无啥在地原住民，毋过济济外国冲泳客会互你抓准家己实力国外。阮是冲浪滑板家族，阮会晓讲台语，阮是都市的人。哇，姨父，你们在跳舞哦？你在跳舞？毋是，咱伫咧练习练习跳舞嘛，吼。练习迄冲浪的动作，我们在练习冲浪的动作。所以我要先学这对无？因为我冲浪袂啥会跳。哦。你甲我教无？好。来跳。来。好，我们先与肩同宽。与肩同宽。对，然后我们肩膀向这边转。肩胛头向这边斜过来。对，然后肩膀这边放手。放在肩上诶。对，然后前脚在前面一点。快点。对，安尼好，较快。然后脚会成8的字。背，好，8。对，然后转，然后肩膀放松，对，放松。然后我们现在顺势的，向低蹲，对，然后你的屁股啊，一定是往后坐，然后重心在，这边，爱坐落嘛吼。对，然后屁股缩进去，屁股太爽吼。缩进去，对，不要收翘吼，哎呦，安尼，好水哦，厉害吼。然后我们要做冲浪加速的时候会上下，对，我较真深嘞，对，我这会深哦，较深爱揪起来，袂当翘起来吼，安尼，然后双手放松，对，很好的，我，好，来加速了，加速嘛吼，加速嘞，加速一样是，它会有点抬起来，然后压起来，压起来吗？压起来，前面大步赶快，然后重心要在后面上，后边左边下，这个右边，我这个好来，安尼加速，好对吧？是直的上去，这个起来，因高矮那无贵，感觉你的脚趾头有抓力的感觉，敢有？硬来时阵吼，咱要，我鼻涕有点大。硬就够，够快的嘞。手机咱要转向吼，你看就要看那边，看这边吼。看右吼。それ都都起。那哪一脚都抬起来，裂开也抬起来。对，然后你要马上下去。哎哇！对啊，裂跳。我这边在呢，要那把哦，那把哦。哎呦，这个160度没卖的啊。如果今天我们把它当作运动的话，它就只能在运动的过程中，把自己的肾上腺素跟荷尔蒙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可是冲浪，我觉得不一样的事情是，它是在你的运动的舞台，跟你离开这个运动之后，你都还是维持一样的状态，你都还是维持一样的 style。你在海上怎么样？你在做人处事嘛，像呢，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文化，因为就像我们现在，我们在做回到原点，我是大，他们是小，我们大带小，有一天他们慢慢长大，大汉的时阵有小孩子冲浪，他就在 pass 给他们，久而久之，它就是成了一个文化，在这个东河村发展的历史里面，它占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。真侪外国人拢是因为东河的泳接搬来大遮，
6当前，一篇日本杂志顶面的重映报道，互片名野树的日本人风雪空宏看到东湖，亲身体验过东湖重映了后，伊半冬内甲日本的工课收煞，来伫东湖开一早卡业。鸭树、鸭子啊，鸭子啦，就是这间鱼凤锅，对，来水果买。敲门，鸭子さん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私は。你讲台语了，你讲台语了。我讲台语。我听我，但我要找一个鸭子，然后讲足够重影的。我无做种，但是我做到煮菜。就是你。嘿哇，对人讲真正足厉害。无啦。安尼我来甲你学习好无？甲你学好无？好，我即摆去买鱼啊。好，你要做迄球无？到底来。哦，甲你去到买鱼啊，来学煮菜对无？好，感谢。我们的居酒屋就是日本料理，就是生鱼片，然后烤的、炸的、煮的，还有汤，然后还有小菜这样，所以就看什么食材，然后搭配它的鱼的特色来做这个无菜单料理。他们今天亮点有一些，他们就抓到，然后拿出来卖，那当然是很新鲜，对。然后不要买，我也不想要买那种冷冻的啊、进口的鹅价，所以当然是现捞的、现抓的，然后带回去马上杀，然后就晚上就出给客人。这边很早再来。哦，其他台风天。海边啊，无台梯，无台米鱼啊，台米鱼啊，所以来吃那鱼啊。我给你6钱菜，不是的，妈妈的鱼都不吃的，可惜哦。有啊。成功的龟头刀，龟头刀，还有生鱼片，我了解。我谈到也袂啦，我好像。漂亮，水呢，非常棒。买的都不一样，所以当然就是菜色也不一样。那我就没办法控制菜单。炸的鱼就是当天来的，我今天又买到这个鱼那个鱼，然后明天不一定有这个鱼，明天又不一样的，所以就是那我也觉得这样的话每天不一样的话，也是对客人来也是觉得今天吃这个，然后下次来又不一样的，对客人来也是好。今だからメニューなしやんけ。それに対してはどう思うのかと。それでいいと思う。人手がないんだもん。仕方ないね。ね、それをメニュー作ってしまったら、それをいつも準備せないかんということは、お前一人では無理だから、父ちゃんはそれでいいと思う。他也觉得这里很适合，这里很适合做无菜单料理。对，因为只有我一个人而已，因为正常真的要做有菜单的，就是菜单让你们选干嘛的，这我一个人就是没办法做了。对，所以就是那我就选择，那我就去买新鲜的海鲜，然后我就买这个，那我今天就是可以出这样菜，这种料理这样菜这样出，当然是我也比较好做，然后我也可以去做完了，我也可以去冲浪。就やすのその生活の順番で言うたらサーフィンが1番で。だから商売が2番で。就他说我是冲浪第一，然后做生意是第二。莫看野树敢若真随意，伊原来真讲究哦。伊所买的食材嘛是附近原住民时代手工制作的，除了爱青，嘛爱在地生产。伊阁限制人客数量，甘愿唔接。嘛无爱家传来算长食材，
三不五时啊，佫会找捌做过日本怀旧料理大总铺的老爸来斗骹手，爸仔囝两个同齐煮食。如果有提供无菜单的老板的话，他应该有自信，对自己的自信，所以应该是很厉害的料理。逐工无闲到暗时11、2点，也是游园透早就去冲泳。伊是一个台籍血统透南的，自细汉对爸母住伫高雄，大汉了后回去日本食头路，佮因为冲泳回来台湾定居。无论偌无闲偌忝，当然袂当袂记你伊上爱。毋过天气介无好，无法度落水。海边啊，凡一阵兴冲泳的人，目睭金金看到大海，失望倒转去。既然无法度冲泳，捡一寡本事嘛好，线手来做环保。日本太严格，然后就文化的问题就是长辈比较凶一点，然后就所以年轻人想要去冲浪，可是长辈他们有 local 的他们的原则干嘛的，所以刚好这个台东现在这个地方，大家都就是跟朋友一样这样冲很开心，所以现在初学者干嘛喜欢冲浪就来台东冲浪，可是就是规则一定要就是做好，每天就打个招呼，笑嘻嘻的，大家开心的冲浪，这样子就好。冲浪的游戏规则的话，其实第一个优先的话，我觉得最主要是安全，安全一定是最先要知道这个海域，要了解它，然后一定要跟就是朋友互相一起去看大家的安全，然后还有我们会有那个 local 的问题。冲浪就是分享的东西，因为浪它是活的，冲浪的话，它浪形状啊都是不一样的，对啊，就不能一直拿。伫东河街啊，你看袂到穿比基尼也是烫落体行伫路里的人，这是传统原住民的部落，大家拢爱入境随俗。伫东河你看袂到什么本事，因为大家袂黑白等本事。这是一件小可代志，却是会影响环境的大代志哦。台湾是咱的宝岛，甲清气幸福大自然，守护在地环境，是大家人拢爱做的代志，无人会当激外。